继续来看，爱尔兰伫咧国际妇女节这一天进行修宪的公投，希望删除宪法内底对女性已经过时，也有性别歧视的用语。不过，这两项公投是拢无过关。有不少民众认为讲公投案用词的定义写了无清楚，是这届投票无通过主要的原因。Lín na vótaí I bhábha an togra, trí céad is an nóga trí mhíle chuige trí. Lín na vótaí I gcuine an togra, milliún, ein céad is a car de mhíle, sé céad is a fiche. 在了公投选举会官员宣布票数，下面一定有妇女的呼声。西亚国家爱尔兰在国际妇女节迄一天进行公投，希望修正宪法内底对女性过时也有性别歧视用词内容。公投的两项内容内底，伫修正家庭组成也有母亲的家庭职责定义。头一项按算甲家庭的定义，为传统用婚姻做基础的家庭，扩大到包括同居的伴侣，也有因的囡仔的长期关系。第二项公投想要修改母亲的家庭职责内容，而且承认家庭成员会因为互相的感情联系来提供照顾。这是1937年以来，当局头一届对宪法41条内底妇女相关用词进行修宪的公投。在公投进前，真侪民调拢显示公投如果会顺利过关，而且所有主要政党拢支持这两项公投。不过最后结果出来，所有全部拢予否决。真侪民众认为是因为公投内底用词定义无清楚。Because of the lack of clarity around the durable relationship. I'm just concerned about the ramifications in the future, and I'm not happy that we wait till it's defined by the courts. 第头一项公投内底赞成的比例是32.3%，第二项只有26.1%。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政府责任说服民众去投赞成票，不过真明显无做较够。公投结果对当局政府来讲是一届重大失败。真侪民众是认为修宪的变化等于是伫宪法面顶保护真侪占伴侣的制度，而且稳准移民家庭团圆，增加移民的人数。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